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5，箴言6章20到21節安尼講：我的囝，要遵守老爸命令，毋通棄殺老母的家事，就不時記憶你的心，掛佇你的頷頸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遵守老爸老母的教示，就記佇心內，掛佇頷頸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主愛佮信實的上帝，願滿心感謝佮學樂你，主啊！願感謝你對創世以前就經選阮，佮用無比的主愛看顧阮的生命。主啊，你每日賜下穩定甲平安，互阮佇困難中猶原有盼望，佇軟弱中猶原有快樂。主啊，阮要感謝你無煞。主啊，佇這充滿有限的世代，阮常常照家己的意思來行，忽略真理的提醒。求你保守阮，無互驕傲甲悖逆進入心內。互阮注意聽智慧的聲音，遵行真理的教示。主啊，阮要遵守老爸的命令，無棄殺老母的教示，互阮不時記佇心內，掛佇阮的頷頸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